其实啊，你四只佛光木啊，你这下咪直接上来罗盘来降了下嘛个山头，看伊嘛个山头系属木界，唔肯系属木界，啊，讲到天策村，啊，真天府题目，嘛按天府呢，东系故事呢，东仔讲姓内啦。因为东行又台又台渣又写啥，然后东行国家甲东行冇平台啦，哈，讲县内的拆村，两也县内的拆村，讲东岸建是做这个啦，方便两建是冇关系啦，是关于合，个电单个了个是做这个啦，啊，门工厂是做这个啦，啊，这是。普通一般啦，啊，普通人话就讲，我客家村话就该，拆来啊，可能该咩啦？啊，你哋客外拆村系九线啦，九线拆，九星祠啦，九线拆啦，九线拆系嘛看咯，你拍水银嘅土山闭木石六木五方土六拍剑七甲剑八八土九字佛，你九只寺，你九只寺来转，安转嘅是。哦，你在那九线差，所以咧五行地百图水哦，就干到这事，还在天府啦，题目是发来了，沁来了，按照题目啦，是拍水啦，你系土啦，三笔木啦，四六木，五方土，六拍剑，七尺剑，八拍土，九字佛，那个九线差，九线九行九线啊。九只乡的意思啦，九星祠啦，啊，你就是站是东边是甘茂山，过了是东南边是新村祠，过了是南边是平顶，过了西南是梅昆县，西边是江右县，过了西北边是水天海，北边是阴子鬼，啊，东北边是求建义，啊。那是隐秀喜善，啊，隐秀喜善这种，就按照分为八卦，八卦这本图就按照八卦条，八卦条这种按乾坎艮金顺利坤推为八卦条，按该三条些是，有条三条是四只，三条一只卦，有条两只三条一只卦的啊。天干弥散，啊，坎鬼性子心，点兵也是坎点兵以散，嗰个是天干海马梅，顺性以散，天卦上天干弥散，两只三条是一只卦，坎鬼性子心係坎卦，咁定天干海馬梅係天卦。顺性以善顺卦，两只善的呢哈，顺性两只善啊，顺性以善是两只卦，过了是顺，刚刚变成顺，离阴阴唔说一只卦，离卦，离阴咪离阴唔说离，刚刚变成顺，离困日以善一只卦，困卦，困先刚变成顺的困推电池就求一卦，啊，就是容秀喜善是八只卦，八卦条讲天卦就是属金的，坎卦就属水的，艮卦属土的，金卦属木的，顺卦也是属木的，离卦属火的，离坤卦也是属土的，顺坤推卦是属金的，你还用了这就五行。走一天走象限，走我们在走到象天，啊，走象天些，你这个人就也根不是冇用来走我们这的哈，就按五行象限象天，啊，你讲金克木，啊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好这样五行象天。